专门咧翕反中国影片的美国 YouTuber 乐乐法理讲，已经摕到咱的就业金卡的资格，来到台湾却也无法度入境。这移民署是表示，因为这当事人之前有牵涉到非法工作，所以才会管制一段时间，袂使入来台湾。然后正式搬家搬到台湾去，那边开始在那边长期生活，非常期待。没有想到，八字还没一撇。 我已经被拒了。中文真认同的美国籍 YouTuber 乐乐法理讲，家己伫中国求学，摕过共产党的奖学金，煞行反共的道路。伊一直透过网络影片，声称家己坐飞机来，准备伫台湾当期待，煞无法度入境，互伊真伤心。因为伊得到合法文化艺术类的就业金卡的资格，煞无法度入境，引发讨论。经据查证，确实是他们很多外国人未经工作许可参加国内的 电视台的政论节目，那就是已请我们劳动局依法裁处。台北市劳动局表示，乐乐法理进行总统大选期间，就用政论节目牵连到规划工作，互裁处管制一定时间，期间无法度入境。非法工作案经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裁处，移民署依禁止外国人入国作业规定，管制一定期间无法入境。目前乐乐法理仍然在管制期间不符合合法就业金卡的条件。当事人可能会误以为说，是不是因为他申请了就业金卡，所以原来的那个裁罚的时间就取消去做，但是禁止他入国这个过程看起来是符合裁罚的事实。移民署指出，乐乐法理因为裁处在案，按照相关的作业规定，搁伫管制期间无符合合法就业金卡的条件，已经按照规定撤销许可，日后解除管制会当搁申请。我们基本的立场是，法律之前的条件应该是一律平等，不管任何人，只要违反相关的规定，处罚就照规定处罚。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，已经有真侪位立委协助乐乐法理，希望会当透过申诉解决这个代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